兵家嘗試 YouTube Channel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除咗睇片唔飛廣告、俾 like、comment、share 之外，加入頻道會員同埋 Patreon 呢都非常之重要㗎。懇請各位加入頻道會員同埋 Patreon，只係10蚊港幣一個月嘅啫。加入之後啦，除咗可以每個月有會員優先影片觀看權之外，仲可以享有唔同合作夥伴提供嘅額外優惠使用次數同埋折扣。詳情可以留意資訊欄裏邊嘅公佈。新一年希望能夠得到大家繼續嘅支持啊！睇完節目之後，記住撳個訂閱掣，同埋幫手睇埋個廣告啊！好，大家好，咁啊歡迎翻到嚟兵家嘗試嘅 YouTube Channel 啊，咁我係 EV 啦，咁啊今日翻到嚟第二個節目呢，咁就嚟到坐務日誌嘅時間啦，咁又係時間呢，咁啊同大家跟進住阿仙奴嘅一啲嘅花邊新聞啦、數據統計啦，咁啊球員私生活等等嘅層面呢，都會喺呢一個節目裏邊呢，同大家分享下一啲佢哋嘅消息噶。好啦，咁啊事不宜遲啦噃，咁就立即開始。好啦，咁啊首先啦，今日第一單嘅新聞啦，咁啊首先啦都非常之開心啦，咁亦都見到啦，咁啊美連奴啦，咁啊開始一啲嘅彈跳啦，一啲嘅喺場地上面控球啊等等嘅一啲嘅訓練啦嚇，咁啊相信呢，距離復出嘅日子啦都真係不遠啦咁樣，咁會唔會真係好似傳聞之中啊咁喺呢一個嘅月尾歐聯決賽之前咁就能夠可以重新進入大軍名單呢？咁樣，咁我哋就拭目以待啦。咁但係見到而家呢一個嘅進展呢，睇嚟啦個康復進度呢都叫做唔錯，咁之前嗰個所謂嘅應力式骨折啦，咁睇嚟咧嗰個嘅叫做傷口嘅嗰個嘅叫做即係叫做愈合嘅情況啦嚇，都比較理想一啲。好啦，咁啊第二單嘅新聞啦，咁就關於艾斯啊咁樣，咁啊根據一啲嘅報道咧就話啦，咁啊阿仙奴啦喺買人之中咧，其實咧多咗好多所謂嘅冠軍嘅條款啊咁樣，咁啊冠軍嘅條款咧當中咧其實咧有好多球員都有，包括咗今年嘅基奧基利斯啦，跟住洛哥特啦嚇，咁啊呢啲嘅球員啦，連埋艾斯啦都會有相關嘅條款。咁啊據聞啦，水晶宮咧喺呢一個艾斯嘅交易裏邊咧，如果阿仙奴拎咗冠軍啊，有一條價值1000萬英鎊嘅一個嘅 bonus 條款，咁啊另外啦，洛哥特亦都有一條啦，咁啊呢一個嘅750萬英鎊嘅呢一個嘅條款咁樣，咁啊所以啦，阿仙奴啦嗰啲奪冠嘅獎金咧，假若能夠真係拎到嘅話咧，其實咧都係大家分嘅啫，咁啊阿仙奴拎冠軍大家有錢分，咁啊就係咁樣嘅情況啦。咁啊當然啦，迪勤懷斯喺呢一個嘅韋斯咸嚟到嘅情況之下，亦都有一個嘅冠軍條款嘅。咁啊相信啦，咁亦都會被啟動啦。咁啊所以咧都會咧有一筆唔細嘅使費㗎嚇。咁啊但係啦，咁啊錢如果拎咗冠軍嘅有咩所謂啊？大家開心，咁啊阿仙奴拎冠軍，你哋咪拎錢咯，係咪？咁啊所以都希望阿仙奴啦，咁啊能夠拎到冠軍嘅。好啦，咁啊繼續睇落去咯噃。咁啊，去到呢一個啦，咁啊，亦都關於嗰啲獎牌嘅問題啦，咁啊，因為有啲球員啦，咁啊個上陣次數啦，就可能咧就未必符合嗰一個叫做拎獎牌啊或者拎獎杯嗰一個嘅資格咁樣，咁啊呢一個咧就關於 Ranieri 啊咁樣，咁但係啦，亦都有消息咧就表示啊，咁啊由於 Ranieri 咧都叫做有上陣啦，亦都叫做有入選過大軍名單啦，咁所以咧咁啊亦都可以咧獲得咧呢一個嘅獎牌嘅，不過都係嗰句啦，前節就係阿仙奴你要拎到獎杯獎牌先至有得分啦，如果冇嘅話都冇得分噶。好啦，咁啊繼續落去啦，咁啊亦都啦，咁啊大家都會期待一樣嘢，就係雲加啦喺接受訪問嘅情況之下，亦都話啦20年前啦，咁啊22年前係一個嘅遺憾啦，咁啊未能夠拎到呢一個嘅歐聯嘅冠軍。好啦，20年之後啦。阿仙奴喺阿迪達嘅帶領之下，咁啊再一次入到歐聯決賽呢一個嘅殿堂，咁啊傳聞啦，雲加咧亦都會親自出席啦呢一場嘅比賽觀賽啦咁樣，咁啊希望咧到時咧能夠一圓爺爺嘅心願啦咁樣。好啦，咁啊另外啦，咁啊亦都有啲嘅消息咧就話啦呢一場嘅歐聯決賽啦，咁啊阿仙奴咧咁啊有機會咧着上來季嘅呢一個嘅波衫噃，咁因為啦據聞啦新嘅主場咧會喺5月嘅中旬啦咁就會發售，咁而呢一個嘅歐聯嗰一個嘅規則咧就冇規定話波衫咧係咪一定要着今季，咁所以啦呢一件波衫咧咁啊傳聞啦就話可能有機會咧就喺呢一個嘅歐聯決賽裏邊咧就正式登場，咁我哋就即管睇睇啦，咁啊到時嗰一個嘅叫做賽前嘅預備啦或者一啲嘅情況啦嚇，會唔會真係如報道所講咁啊啟用呢一件嘅波衫啦？好，跟住然之後啦，咁啊繼續都有啲嘅消息啦，咁啊關於一啲嘅球員嘅休息嘅狀況，咁啊上一集嘅戰後炮啦，咁亦都有啲觀眾就話希望阿仙奴俾一啲嘅假期，俾一啲嘅球員啦，咁啊休息下啦，咁啊始終即係連番嘅征戰，咁啊再加埋最尾衝冠嘅心態係需要一定程度嘅調整嘅，咁所以你亦都見到啦。
咁啊，迪勤懷斯啦，同一個 F1 嘅車手啊，咁啊 Lawrence 咧，咁啊聚會啦，咁啊另外蘇比文迪莫斯基喺西班牙幫啦，咁亦都相聚咗一個嘅聚餐啊，咁樣，咁啊大家嗰個隊內嘅氣氛都非常之融洽啦，咁啊亦都啱嘅，咁啊出去咁啊叫做輕鬆下，跟住翻嚟咧，先至繼續搏殺，咁都係非常之合理嘅情況。好啦，咁啊至於啦，咁啊迪勤懷斯啦，咁啊亦都拎咗呢一周啦嚇，咁啊呢個4強次回合嘅最佳嘅球員嘅獎項啊，咁啊非常之恭喜晒迪勤懷斯啦。好，跟住然之後咧。咁啊嚟到對新專欄啦噃，咁啊對新專欄啦，往往咧都係會同大家披露一啲啦，大家未必會關心嘅一啲嘅細節，咁啊每一個禮拜咧非常非常之好睇嘅一個嘅專欄，咁亦都顛覆咗之前啦本人對於對新報道嘅一啲嘅壞印象啊咁樣，咁啊最近啦咁啊有幾單嘅消息啦，綜合咗出到嚟，咁首先啦，關於嗰個嘅歐聯決賽門票嘅炒價，炒得非常之貴噃，咁喺呢一個嘅二手嘅一個嘅票務網站上面啦，而家決賽嘅其中一張飛啦嚇，炒到咧高達1萬英鎊啊嚇，咁啊非常非常之貴，即係大概成10萬蚊港紙睇一場波，你又願唔願意俾呢一個嘅價錢呢？咁啊另外啦，咁啊喺歐聯嘅呢一個嘅大會裏邊分配嘅一個嘅叫做張數方面啦，阿仙奴獲得咗16,824張啊呢一個嘅決賽嘅普通門票，咁啊所有嘅銷售啦都會經過呢一個嘅官方嘅一個嘅渠道啦嚟到進行嘅咁樣，咁啊另外啦。咁啊 AST 啦，亦都爭取啦，咁啊呢一個嘅球迷組織，希望啦喺酋長球場嗰度咧，咁啊能夠直播呢一場嘅賽事，咁啊比照上年女子隊殺入歐聯決賽嘅一個嘅叫做安排啦咁樣。咁啊另外啦，據聞咧喺呢一場歐聯決賽比賽之前嗰日咧，咁喺呢一個同樣嘅比賽場地裏邊咧，會有一場嘅名宿對抗賽噃咁樣。咁唔知啦，會唔會對場地嘅呢個嘅草皮嘅質素啦，會有所影響啦？咁但係咧嗰個嘅批准啊就已經確定咗㗎啦，咁所以咧咁啊即管睇睇到時嗰個場地嘅因素啦，會唔會有相應嘅一啲嘅情形出現啦？好，咁啊繼續睇落去咯噃，咁啊去到呢一單啦，咁啊亦都係對新嘅專欄嘅一個嘅細節位啦，咁就話呢一場嘅歐聯比賽啊，馬體會嘅高層咧其實咧好早就嚟到阿仙奴嘅倫敦啦酋長球場嗰度咧，咁就進行咗一次聚會，咁就話啦，朝頭早嘅情況之下啦，咁阿仙奴就接待咗佢哋，就食咗個 lunch，咁啊亦都表示啦，其實咧先唔好理夜晚嗰啲咁就即係嗰啲叫做衝突啦，咁但係朝頭早咧，其實大家個氣氛咧都非常之好嘅，咁但係咧佢哋都講笑就話，哇，不過餐飯咧約得好早啊，朝頭早11點半就食啦，咁啊我唔知道外國人嘅生活時間係點樣啦，咁但係對於香港人嚟講呢個時間，接近食 lunch 其實都唔係話一個幾晏嘅時間嚟嘅，我覺得。咁啊，但係啦，馬體會嘅主席就話啦，等佢哋過到嚟馬德里，我哋到時3點鐘先至俾佢哋上菜啦，咁樣。咁啊，好奇怪嘅呢一啲咁樣嘅言論，我覺得。咁啊，請你食餐飯約呢個時間，咁可能你會覺得個菜式唔係呢個鐘數食嘅，咁。係咪呢啲又叫安排不周定點樣？定係唔同地方嘅文化各有不同呢？呢一個就留翻俾大家去到定義啦。OK， 好啦，咁啊繼續睇落去啦。咁啊仲有2單嘅消息啦。咁啊嚟自女子隊嘅，咁反而啦呢個阿耶曼噶啦，喺最近呢一個嘅 WFA 啊，咁啊拎咗呢一個嘅Rising Star Award 咁即係可能係最具潛力獎之類咁樣嘅解讀啦。咁都恭喜晒佢。咁另外亦都預計啦，下一年阿仙奴嘅前線組軍呢，都可能真係要預埋佢一份噶啦。好啦，咁啊至於啦，咁啊另外最尾嘅依單消息啦，咁亦都關於2個嘅門將啊，咁啊雲當斯拿啦，咁啊同埋波霸，咁啊2個嘅撲救咧都分別入選咗啦今年 WSL 嘅最佳嘅呢個撲救獎項嘅一個候選名單啊，咁啊非常之恭喜晒2位啦。好啦，咁啊以上咧就係今日咁啊彩務日誌為大家都會帶嚟嘅內容啦，咁希望大家都會繼續滿意啦，繼續去跟進阿仙奴嘅呢一啲嘅少少嘅消息，咁啊希望就盡量以一個簡單嘅形式啦，同大家咧去到掃過呢一啲咁樣嘅場面嘅咁樣。好啦，咁啊事不宜遲啦，咁我哋咧就去到嚟呢一度先啦，咁我哋咧就晏啲啦，咁啊夜晚嘅時間啦，可能都會仲有另一個節目嘅，咁所以希望大家多一啲支持為頻道嘅運作啦，咁啊繼續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咁啊上方有 PayMe Code 啦，咁可以着兩打賞或者將 EV 無恥黑錢會員10蚊一個月，或者用 Super Fans
功能咧打賞嘅。咁當然多謝 No.7， 多謝一站式，多謝 Before Travel， 多謝 EE Shop 為我哋提供訂閱者折扣優惠，詳情留意翻資訊欄裏邊嘅公佈。另外 EV 開啟咗 Patreon 功能，一個$2.5一個月，詳情可以去到 Patreon/EV4633 度支持下嘅。好，節目時間嚟到呢一度啦，咁我哋稍後時段裏邊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